来看到假先甲人问路，结果是要甲人卡来手来，伫咧家己抱住一个细汉的查某囡仔，伊骑奥多摆要转去的时，互一个平平骑奥多摆的查甫甲伊砸落来，假先要问路，强强出手甲人摸胸坎，还惊一个身躯无条体，人含车拢规个跋倒伫咧涂骹，结果搁几落所在切着伤，骑奥多摆这个查甫随走一走，警察接到通报了后，即马当咧抓人。 车伤滑倒车着。穿杏色外套的查某坐伫救护车顶悬，咧包手盘的空喙。伊看到敢若还阁亲像真惊，因为伫咧几落分钟进前，这个姓翁的查某差一丝就去互一个骑机车的查甫甲非礼摸胸坎。代志是发生伫咧家己的铺子。 这条36县道2公里的所在，伫咧初十暗时7点外，姓翁的查某伊骑车要转厝的时阵，去互一个骑奥多摆的查甫甲砸落来问路。不过这个查甫煞雄雄出手要甲摸胸坎，互这个姓翁的查某踹一下，连人含车拢摔倒伫涂骹，骹手嘛切伤。要那这个查甫就趁这个机会紧绕跑去啊！还要锁定该名嫌犯，目前本所正在追缉中。警方嘛真调这个目标，要甲这个假仔问路煞出手要甲摸冷的查甫的，紧甲藏起来，后面将要转厝的时阵，唔免安尼提心吊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